開始咯。開始㗎。好，今日就係肌力聚緊帶第2堂個訓練，咁就係主要就做呢個下肢嘅。好，第一個動作，我哋鍛鍊呢個四頭肌、股四頭肌。咁嗱，我哋先將個聚緊帶喺個腳掌度箍一下，箍多2下，跟住喺前面加10字。跟住咧就將隻腳我哋擺喺個後邊，咁啊我哋而家打側啦。咁我哋將條聚緊帶就扮過嚟呢個背脊，跟住石頭去個膊頭嗰度啦。跟住嗱，我哋首先勾起隻腳，跟住呼氣發力，慢慢向下。5、4、3、2、1。跟住我哋又呼氣發力。5、4、3、2、1。好，我哋就嚟多一次，呼氣發力。5、4、3、2、1。亦都係呼氣發力，跟住翻原位。5、4、3、2、1。我哋留意咧，最主要係啲隻站立腳咧要伸直。好，跟住做完左腳，我哋做右腳啦。嚟第起隻腳先啦。OK， 呼氣發力。5、4、3、2、1。跟住再呼氣發力。5、4、3、2、1。好，我哋嚟一次，吸氣，呼氣。5、4、3、2、1。再吸氣，呼氣，放翻原位。5、4、3、2、1。OK， 呢個就係股四頭肌嘅練習啦。跟住第2組咧就係膕繩肌啦。膕繩肌咧，首先我哋將呢一個圈咧，我哋做一個打咗一個圈先。咁個圈個闊度咧就大約係同我哋個盤骨個位置差唔多啦，就係咁上下啦。咁我哋亦都係我哋先做一隻腳，我哋套過去到腳眼呢度，另一個咧就踩住佢。咁呢個調翻轉啦，同頭先有少少類似嘅，亦都係勾腳嘅。咁但係今次我哋就會向上發力㗎啦。吸氣。5、4、3、2、1。好，我哋呼氣放翻原位。吸氣。5、4、3、2、1。好，我哋試多次啊。吸氣。呼氣。5、4、3、2、1。好，我哋再吸氣，呼氣放翻原位。5、4、3、2、1。OK， 我哋做完左腳就做右腳啦。好，我哋固定咗先，跟住就勾起隻腳，慢慢吸氣，呼氣向上發力。5、4、3、2、1。好，我哋呼氣放翻原位，吸氣。5、4、3、2、1。好，我哋吸氣，呼氣上。1、2、3、4、5。好，吸氣，呼氣放翻原位。5、4、3、2、1。OK， 呢個就係膕繩肌啦。OK， 我哋跟住咧就做呢個叫做臀大肌啦。臀中肌。咁啊，我哋就用翻頭先個環狀啦。咁我哋箍住佢，就箍喺膝頭哥以上嘅位置。咁我哋跟住就打側個人啦。咁啊，我哋將隻腳咁樣平放，少少曲，一定要少少曲，因為我哋唔想其他肌肉嘅參與，所以我哋少少微曲腳。跟住我哋呼氣嘅時候，將隻腳去遞高，吸氣，呼氣。5、4、3、2、1。你會感受到咧，呢個位置咧就會有少少冤痛嘅，咁就係因為係呢個臀中肌呢個發力㗎啦。好，我哋呼氣翻返原位啦，吸氣。5、4、3、2、1。好，我哋嚟一次啊，吸氣，呼氣向上。5、4、3、2、1。吸氣，呼氣向翻下。5、4、
3、2、1。OK， 我哋做一邊嘅做另外一邊啦。都係我哋瞓低咗，隻腳微微曲。我哋吸氣，呼氣向上，5、4、3、2、1。呼氣向翻落咯喎，吸氣，5、4、3、2、1。好，我哋嚟多次，吸氣，呼氣向上，5、4、3、2、1。好，呼氣向下咯喎，吸氣，5、4、3、2、1。OK， 好。好，跟住咧，我哋就第四個動作就叫臀大肌。咁我哋點做咧？我哋首先瞓低，跟住將兩隻腳成90度咁屈翻起啦。跟住我哋將條橡筋帶，兩隻手緊握，擺喺個肚腩呢個位，隻手平放，個拳頭緊貼地下。我哋呼氣嘅時候，將個腰慢慢向上，吸氣，呼氣向上，5、4、3、2、1。好，我哋再吸氣，放翻原位，呼氣，5、4、3、2、1。好，我哋嚟多次咯喎，吸氣，呼氣向上啊，吸氣，5、4、3、2、1。好，我哋吸氣，呼氣向翻落，5、4、3、2、1。好，呢個就練到個臀大肌啦。好，我哋最後咧就去到呢個叫做內收肌啦。咁內收肌咧，可能我哋就要需要一個固定點，或者另外一位嘅學員啦，或者朋友幫手。嗱，咁首先咧，我哋就會綁住隻腳先，用條橡筋帶打個平結就 OK 噶啦。好，咁點做咧？就係要揾一個 partner 或者一個鎖定一個固定點啦。喺呢邊拉緊少少，再拉緊少少，係啦。嗱，咁我哋就會將隻腳打開，微微曲。我哋嗱，如果唔穩陣嘅咧，可以扶一扶住後面嘅。吸氣，呼氣嘅時候，將隻腳慢慢向埋拉。好，我哋少少曲。吸氣，呼氣時候慢慢向埋拉。5、4、3、2、1。好，我哋吊住，跟住亦都係呼氣放翻原位。吸氣，5、4、3、2、1。好，我哋再嚟咯喎。吸氣，呼氣拉埋嚟咯喎。吸氣，5、4、3、2、1。呼氣放翻原位。吸氣，呼氣，5、4、3、2、1。好，我哋做完一隻腳咧，就做另外一隻腳啦。拉下啲，拉下啲，再拉下啲，係啦。好，我哋咧扶住啦。好，都係打開隻腳先啦。跟住我哋呼氣就將佢拉埋嚟啦。吸氣，呼氣5、4、3、2、1。好，我哋再吸氣，呼氣打翻開5、4、3、2、1。好，我哋吸氣，呼氣拉埋嚟5、4、3、2、1。好，我哋呼氣打翻開，吸氣，呼氣5、4、3、2、1。好，完畢。停啦！你無啦啦瞓喺度，可能你個頭被斬喎。我就係唔係你影明。